總價60零萬咧就可以攞低呢一套橫廳嘅4房單位啊！咁呢個位置咧係位於中山嘅市區啊，咁隔離咧就係大信商場噶啦，而家首期2萬蚊就可以攞低啦，月供講緊都係3000蚊左右有噶。咁入到嚟嘅話，呢邊下櫃啊、實木門啊都係交樓標準。咁呢間房咧係屬於盡送嘅，本身佢係2人台佈建嘅，係全盡送俾你噶。咁睇翻呢邊一個大橫廳設計，開間嘅話去到6米咁闊噶。咁呢邊嘅話擺個6人餐台完全足夠。咁呢邊嘅話，一個 U 型廚房，入邊嘅燃氣爐啊、吊櫃呢啲全部都做好俾你嘅。睇翻呢邊，咁呢邊嘅話有2間房，一個洗手間，洗手間喺中間呢邊嘅。咁呢度嘅話做咗個兒童房，咁有埋個大衣櫃，有埋個1.5米大床，飄窗都係非常之靚仔嘅。對面嘅話有間客房，可以作為客房，咁個採光都係非常之靚仔噶啦。OK， 最後間嘅話就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啦，主人套房。1.8米大床，有埋飄窗，同樣都係睇翻山景嘅，冇遮冇擋嘅。咁呢邊嘅話就洗手間有個超級大嘅飄窗嘅。咁喺呢個位置嘅話，樓下就有嗰個大商場係咪？又有香港直通巴士，講緊嘅話都係半個鐘左右就可以翻到香港噶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揾陳探長攞詳細資料啊。